该是属于你的，完全袂属于你的性情降临伫阮的中间，特别你的性情，进入所阮侍奉的当中的心中，互每一个侍奉的当中，都有性情的规律，伫侍奉的过程顶悬。甲上帝你同在时，互伊心内有讲得出来欢喜，因知影上帝你贴合因的侍奉。主愿将所有即摆赞美的称赞交伫你的手中，将事情、将显大归，将小的愿拢交伫你的手中。愿天父上帝甲阮三个弟弟，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阮拍开心门，主你来进入阮的内底，对这个时阵，甲生活的一生拢要定行伫你光明的中间。求天父上帝纪念阮的礼拜，来到阮的中间，阮来祈祷，耶稣的圣名，阿门。
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在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在黑暗中让我再次绚丽。让我们来唱，我心坚定于你。上帝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诗篇57篇第7节。让我们再唱一次，我心坚定于你。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唯有你恩典叫我刚强，唯有你恩典叫我歌唱。你是我力量，是我盾牌，是我拯救，是我保障。让我们一起来唱主，你是我力量吧。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
众生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如磐石，我心靠你的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不磐石，我心靠你的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让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唱这首《重新合一》。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重新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重新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将没完全的我们放在同一个地方，将你的爱医治安慰我们，让我们在失落破碎的地方能够重新站立。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话让我们学习到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跟着你一起走过我们的道路。主啊，谢谢你陪伴我们。孩子低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重新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重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体贴神性命，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
的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在这生活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来啊，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这只是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主
希望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道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请咱做伙来献开启应文25篇，启应文25篇诗篇121篇来启应上帝的话。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站对倒落来，我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脚无拄面。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顶榜，你是太阳无伤你，你是月夜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到永远。阿免。阿免。也即时，请咱搁做伙来吟圣诗347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可期，请咱坐底吟全首。无
现在即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伫圣主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阿罗你，恳求主赦免阮的罪过，赏赐耶稣国外气力伫阮的生命中，互阮面对生活中的艰难甲挑战，犹原有盼望、平安甲喜乐。主啊，你有应允阮讲，既若劳苦背重担的，通就近你，你要互阮得到安息。恳求主祝福阮身边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毋管阮伫啥物境遇，拢会当得到主你对顶面来满满的祝福。求主圣神恩阮显明，互阮通因为认捌你来心满意足。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阮学习你的款式，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互阮的所行所做，拢会当合伫主你的心意，活出基督美好的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圣歌队。
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咱要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伫旧约以赛亚书11章第2节到第3节。以赛亚书11章第2节，耶和华的神要踮伫伊，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计划甲能力的神，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伊要掠敬畏耶和华做欢喜。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的来审判，也毋是凭耳孔所听见的来议断。接下来，阁要来看新约腓立比书第1章第3节。新约腓立比书第1章第3节。我既有少年恁，就感谢我的上帝。逐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常常欢喜来祈祷，因为恁对头一日到今，三角有份伫兴起福音。我也亲信起头最好的工伫恁的，要成伊，到伫耶稣基督的日。第7节，搁我为着恁众人有即号心志，是下疑，因为恁常常伫我的心内，无论我伫铁链中，以及辨明来坚固福音的时，恁众人甲我有份伫恩典，因为上帝甲我做干净，我摕耶稣基督的心有怎样恋慕恁众人？甲我所求的，就是互恁的仁爱、甲智慧，以及逐样的晓悟，充满，又充满。指教恁话念出遐个较好的事。互恁宣传无窒碍，到伫基督的日，用义的果子满满，就是对耶稣基督有为，要互上帝得到荣光而乐。以上，敬德拥有改善问题的能力，请庄牧师。所听的兄弟大家平安。伫咱要做伙来读圣经、领受圣经的信息进前，咱搁一摆动心来祈祷。主啊，你的奴仆将心中所有的感动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会中，除去所有搅扰阮伫敬拜中间搅扰的黑暗的关系。想使阮众人有敬畏上帝的灵，佮欢喜听叹你的教训，互你古早日所讲过的话，今仔日互阮正确来听见。主耶稣，这是阮对你的恳求，愿你成就伊。愿咱的恳求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今仔日的圣经是牧师为咱来带导，求天父上帝，互咱的家庭对咱的长辈一直到逝世，
拢真侪一个有智慧的家族。因为人伫人生中间无人无拄着问题，其实整个人生，咱拢是伫问题中间咧成长。有时咱伫问题中间受伤害，但是有的人就是有能力伫问题的中间来转变，互危机变做机会甲转机。愿天父上帝赏赐咱在座兄弟姊妹，真做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因为这世间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制造问题的人，一种就是有能力通解决问题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做一个有智慧、有能力、有圣经的信仰的原则的人，真做有解决问题的人。今日牧师的题目叫做“拥有改善问题的能力”。读国语较清楚，因为读台语是安尼讲，有改善问题的能力。牧师特别用能力、属灵的能力、属灵的开展，伫台湾有的能力，甲属灵的能力，听起来同款。一个基督徒伫咱的一生中间，咱面对问题的时，什么是咱的态度？什么是咱的行动？什么是咱的原则？牧师先甲咱分享结论：基督徒做人处事是有原则的，恁同意无？当然啦，做人莫有原则，要有态度。但是牧师今仔要讲的结论足简单：信望爱。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这三项。处理人的事、处理上帝的事，拢是用信仰的原则。恁同意吗？所以解决问题，当然问题有当时是出伫咱，有当时是出伫对方。问题有百种。今仔日牧师所要讲的问题，其实是咧讲起家庭的问题，甲教会共同生活的问题。伫这个世间有真多问题，所以科学家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伊针对人的欠缺的问题、科学的问题，一世人的研究，伊解决的问题会当互人得到祝福。医生嘛有拄到一个即种的使命，就是一个半病、一个流行病咧流行的时阵，到底什么原因？医生最大的原因就是找出来迄个问题，咱咧讲认识问题。了解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基督徒咱伫共同生活中间，是一项无简单的事。就亲像家庭的中间，常常有婆媳之间的问题；教会嘛有人甲人中间情绪的问题。但是咱的教会中级甲牧师做伙伫2年前读一本册，迄本册叫做《当我们同在一起》。现在可能捌听过牧师讲这个故事。咱做伙真做一个大家庭，毋是一个简单的代志，但是是一个神圣的代志。迄本册册名副题，当咱同在基督徒做伙生活的时阵，其实是一项神圣的代志。伫家庭内底嘛是安尼。所以弟姊妹，今仔日的以赛亚第11章第2节第3节，11章咧讲起敬畏上帝的人就有6种的能力。今仔日个经文，牧师会解说、会分享，兄弟甲背起来，做你的祈祷。你常常用这节来祈祷，因为这节的祈祷会帮助你的家族改变命运。有的家族顿顿，有的家族真敏锐、真巧气。然后上帝相信存在，咱的家族会真做一个有理、有智慧的家族。巧气，毋是死记咧巧气啦。真灵巧，真有上帝的灵的智慧伫咱的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以赛亚11章第2节、第3节拢是祝福。伊讲，若有敬畏上帝的心的人，因看代志、处理代志，不凭眼见。因为真侪人是眼见为凭，对吧？但是实际上，伫人类的生活中间，常常有一种眼见不为凭，就是讲你看到的无一定是你所看到的，你听到的嘛无一定是你所听到的。
兄弟，你同意吗？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伫今仔日帮助咱兄弟姊妹，你若愿意，你甲上帝讨讲。主啊，我虽然是一个真平凡的人，我嘛毋是一个真悬的知识教育的人，但主你若愿意，你的圣神也伫我的内底，你就互我真做一个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有一个我真爱的牧师，伊会讲道讲：主啊，求你赏赐我勇气，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事。主啊，赏赐我平静的心，去面对我袂当改变的事。恳求你赏赐我智慧，去判断什么是我会当改变，什么是我袂当改变。有的代志，有的问题是出伫咱怪别人；有的代志是别人的代志，咱怪家己。原有主，再有头，对无？兄弟姊妹，咱来清楚知影问题的原因，毋通将别人的问题摕来对号入座，嘛毋通将咱的问题去怪别人。咱若带着错误的傲慢偏见，咱看别人永远嘛会袂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圣神，将以赛亚上帝所讲一句话，这嘛是今仔日牧师将我家己的祈祷、起头的祈祷，真心中写落来。我甲上帝讨讲，主啊，伫你早前所讲的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互我所听的兄弟姊妹有帮助，正确了解圣经的话。所听的姊妹，愿上帝圣神甲咱三甲伫底，因为有能力通解决问题。其实，伊就是将一个困境，该转变，加做祝福。拄则牧师咧讲起信望爱三个原则，我只有讲到信仰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祝福人的原则。梦是甚物？当咱拄着问题时，咱用带互对方祝福来做解决的原则。也在这真无共款。咱若解决问题是为着要清算，要讨公道，要爱互伊得到假释。甲我讲，主啊，通过这个问题，互伊也受祝福，互我受祝福，做法就无共款。恁同意吗？当咱若带着祝福别人的态度的时，咱面对问题，咱就较少会争执。较少攻击，较少伤害，因为上帝要通过咱讲造就人的话来帮助人。所以解决问题第一个原则就是信仰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带互人祝福的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爱的原则。伫保罗咧讲起哥林多前书，伊讲我设书乃当讲天使的言语，设书我若有能力通讲先知的信息。说使我来当有信心，互山移动，但是我的心内若无听，我就袂当做算作什么。圣经咧讲起解决问题第三原则，就是怜悯。因为耶稣伫十字架顶悬，直到伊死，最后一口气，伊十字架顶悬，伊最后伊甲上帝讲：主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唔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通过这个神圣的圣经的句句，咱甲上帝讨讲，主要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知影我家己有啥物问题。主要求你赏赐我圣神，互我有聪明，互我有智慧，互我有计划的能力，互我有解决的能力，互我有知识的能力，互我有敬畏上帝的心。现在这个祈祷真重要。你若常常即个圣经为着你的囡仔祈祷，你免看入伊做代志无能力，因为上帝圣神若将这6种的能力放伫伊的内底，他就不会眼见为凭。伊会亲像上帝讲：“我是一个监察人内心的上帝。”现在你敢知影这句话重要是甚么？观察入微。一个基督徒若咧看问题、解决问题，伊若会当无看表面、无听表面，
伊才会当真清楚知影讲，原来问题真正迄个角啊，是透伫啥物所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讨讲，主，互我勇敢面对问题，因为刀片问题袂通解决问题。求你帮助我，用正确的方法来面对我所拄着的问题。设施这个问题，若是我的问题，主求你赏赐我勇气、谦卑，接受我家己的问题，也去转变我内心的问题。人拢是伫问题中间来成长。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因为这个真理的光，因为这个信仰，咱的生命不再是旧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每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享受生命改变迄种的欢喜。咱甲主讲，主啊，我原本是一个真粗俗的人，但是你无爱我用这种的生活来互人看见我是一个基督徒。主感谢你的帮助，人伫问题中间的成长。拄则牧师嘛有甲咱讲，其实问题有足侪足复杂的问题，有人际关系的问题，有经济的问题，有共同事务的问题，有灵性甲道德的问题。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内底最后的一段话，伊讲上帝创造人是要互人有份，甲伊同工做管理的工作。所以人伫上帝的眼中来看是一个非常重要。兄弟姊妹，你若愿意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你当然开你的圣经伫第1页，伊就有讲到。牧师敢会当邀请咱以后若做礼拜，带你家己的圣经，带你家己的圣诗。你讲牧师啊，免啊，投影片拢变，无毋对。当你若起来，你有你家己的圣经圣诗的时，你有感动的时候，你常常会当伫迄个所在拗起来，该做记号，因为迄会留互你后摆你搁唱搁读的时，复习搁建立成做你的观念的帮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但叫做长老教会信仰告白咧讲起，人受所创造的时阵，有一个问题。就是人误用了上帝的恩赐。伫咧中间，咱的信仰的前辈，伊写这个信仰告白的时阵讲，人有科学的问题，人有经济的问题，人有社会制度的问题，人嘛有音乐的问题、艺术的问题，人有种种的这种的需要。但是人误用了家己的想法。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牧师要甲咱做伙探讨的问题无足深，这个问题就是共同生活。愿天父上帝伫咱今仔日做礼拜时，伊会圣神陪伴你，互你将你的问题摕出来。圣经如果若有讲到甲你的问题有相关的时，你甲上帝讨讲，主啊，这是我拄着的问题，我将这个问题交伫你的手中，主求你甲这个角。该偷开，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我会当搁伫恁中间无介久。保罗常常讲，耶稣基督嘛讲，我与你同在，不多时。但是我珍惜甲恁做伙，所有的时间，我盼望我做一个无亏欠的讲道者，将上帝的话真清楚甲恁分享，也愿恁。甲恁的囝儿，将来出优秀的后代。上帝，互咱有智慧，上帝，互咱有能力，也互咱会当解决问题。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因为人最大的困难就是看不清楚。常常来讲眼见为凭，但是眼见不一定能为凭。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唔知影家己有问题。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所以
恁会发现讲牧师，你有几啊摆的讲道，拢甲今仔日的主题有相关。无毋对，圣经有当时一摆听，讲道有一摆听，咱无一定会瞬间拢了解整个迄个圣经内底伊原本全面的伊的意义伫咧。恁会记得第3月车牧师甲恁讲起，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恁会记无？人需要有自知之明，伊知影我是甚物人，啊，伊嘛知影伊伫什么种环境，所以就当采取正确的立场、正确的行为、正确的角色扮演。今仔日的圣经嘛是安尼意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咧讲起人有问题，伊讲看见有看见，却袂晓悟；听是有听见。但是未明白，真侪基督徒一世人伫教会出入，听爱听的，啊应该改变的，永远无改变。可惜，基督教互人最大的祝福，就是生命的改变。或者我阁讲一摆，耶稣基督所互人最大的祝福，就是生命的改变。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因为耶稣将一种尊贵的活命，要穿伫咱的身躯顶悬。当咱若将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编织的衫穿伫咱的生命顶悬，咱行到逐所在，人会眼睛为之一亮，会感觉。这个人社会地位也毋是足悬，这个人教育嘛毋是足悬，但是为什么这个人做人做事，甲人拢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耶稣所讲迄个理由有几种？第一，人血气上强；第二，人心中忽略圣神。上帝创造人已经受呼召做基督徒，咱的内面一定有圣神，但是偏偏是基督徒嘛拢有圣神。有的人欢喜听上帝的内心中间良心的提醒，但是有的人皮听是有听见，但是无愿意听。第三，就是罪的典范。今仔日伫礼拜第的祈祷中间，牧师恳求天父上帝的圣神，除去所有伫咱会中对兄弟姊妹的搅扰，因为罪就亲像咧贴砖啊，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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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咱细汉到大汉，罪贴出一个围墙，阻挡伫咱甲上帝的面前。有时咱无意中，咱毋知影，咱感觉像是足小可的小事，但是一块一块一块的砖啊，久来，伊会伫咱甲上帝的面前筑一道墙，抵到咱看袂到上帝。亲爱的姊妹，罪是甚物？恁会记得几礼拜前牧师甲恁讲，什么叫做邪恶？邪恶无存在。是因为伊欠缺良善，恁会记得迄句话吗？什么叫做黑暗？黑暗是因为无光。什么叫做罪？罪就是无有上帝的义踮伫伊内底。圣经中间咧讲的罪，英语解翻做 sin， 甲一般咱咧讲的法。即个咱咧讲的伫法庭咧讲的迄个罪 crime，crime 无共款。所以圣经咧讲的罪，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破裂。圣经所讲的罪，就是人的心内无上帝的良善，无上帝的义。当一个人若无上帝的良善甲上帝的义的时，咱做代志甲解决问题，常常会用圣情，用血气。但是当一个人的内心若有上帝，
伊的灵点伫咱的内底。兄弟姊妹，无勉强，因为咱知影什么通做，什么无通做。上帝互咱足自然的，咱会用上帝伊的方法，用上帝伊的慈爱，用上帝伊的良善来做咱该做的代志。但是有一种人，因袂堪得领受，这就是耶稣讲的：自高自义，自以为是。这种人无救。但是耶稣毋是气杀这种人，耶稣讲，只要这种人，伊若悔改，也有救。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到噩梦的声音，为着上帝的祝福的将来。愿天父上帝今仔日，伊的圣神邀请你，踏出改变的第一步。踏出改变的第一步，第一步是安那？第一步就是徛停停，恭敬，甲上帝讲：主啊，我伫遮，我愿意改变。兄弟姊妹，这就是基督徒的第一步。当咱若是上帝的面前恭敬讲：主啊，我伫遮，我想要改变。但是我做袂来，兄弟姊妹，奇妙的代志要发生，咱的主耶稣要甲你揽呢。伊讲毋免惊，无遐尼困难，因为我要帮助你。兄弟，你愿意吗？愿主祝福咱大家，后日咱三件的事，咱发现对方的改变。梁牧师啊，你这礼拜特别甲拜拜啊嘛？也袂得啦，后礼拜咱也阁会相见面，但是对这礼拜到后礼拜，咱有一段无生活做伙的时间。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细字听，细字行，斟酌听。牧师捌甲恁读过一句圣经，这是写伫《传道书》第5章第1节。伊讲：咱来到上帝的圣殿，爱谨慎咱的脚步。爱真正恭敬来听，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祝福咱在座亲爱兄弟姊妹，每一礼拜拢听到一句祝福的话，每一礼拜拢得到一个改变的决心。上帝祝福咱，毋是荣华富贵，上帝祝福咱是搁尊搁贵，就是咱的生命本身。就有上帝荣耀，甲伊的圣情，甲咱三甲伫地。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个礼拜，圣神进入你的心内，亲像光，上帝的圣神光照咱的内心，互咱找咱家己的问题，互咱面对上帝所交代咱共同团体的问题。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赏赐我解决的能力。今仔日牧师邀请阮共读以赛亚11章第2节。主啊，我要将这段话放做我一生旧约的原则。我要将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最后迄句话：信望爱，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我将这两句的圣经当作我新约的原则甲旧约的原则。我要好好来思想这两段的圣经到底是心中的意思。哪想哪甘甜，哪想哪清楚。上帝要帮助咱真做一个当大人的基督徒。上帝要帮助咱真做真真实实的基督徒。兄弟姊妹，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受改变。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受改变。咱甲主讲，主照你的旨意。以赛亚11章第2节安尼讲：耶和华的神，中文该翻作灵，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神若踮伫伊，伊就有智慧、有聪明、有策略计划、有能力、有财物知识，佮有
敬畏上帝的心。人无能力敬拜上帝，因为人常常要是以自我为尊。独只有一个圣神的灵，将敬畏的心放伫人的内面，人才愿意伫上帝的面前讲：上帝，你真正是我的上帝。人因为敬畏上帝，人的生命徹底上无同款。所听的姊妹，咱做伙同心，做伙手牵手，咱做伙做伴。伫教会的每一个共同生活的日子中间，互相造就，互这间教会真侪上帝的记号，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以赛亞11章第3節，伊講：這種的人，因為敬畏耶和華來歡喜，因毋是用伊的目睭所看的來做審判，伊毋是用耳孔所聽到的風聲來做判斷。兄弟姊妹，願天父上帝賞賜咱有免罪分析、判斷的眼光，不要眼見為憑，唔通攏靠風聲的。因為今仔日這個時代太濟網絡的信息，唔是干那網絡爾，人甲人中間相吹濟，開講。八句八卦543，有真侪時陣，咱所講的話道聽途說，搬來搬去，求主憐憫幫助咱，願咱的教會，願咱的家庭，願上帝佇逐時刻中間，互咱做伙共同生活的時，是無共款的。主幫助咱佇伊的面前，咱做伙來思想，共同生活到底是什麼？今仔日所講的聖經的信息，最重要是對咱家己開始；第二，對咱的家庭來開始；第三，到咱的教會。拄則牧師一起頭有問咱敢捌想過若有問題的事，咱第一個是對一個角度去看。咱當然對別人，攏嘛是伊引起的。但是咱敢捌看見問題是出伫我的身軀頂懸。耶穌講：你的目睭前有一條牛仔叉，真好笑呢。你走去甲你的兄弟講，用穩我，甲你的草仔刺，就是你眼角讓這個草仔刺甲伊摕掉。你捌聽過這句聖經無？這句聖經什麼意思？咱有問題的時陣，咱毋知咱的問題。聖經講有一個帕子，一條筋仔扎伫我的面前。人若有這種的偏見，咱就無能力通看清楚問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的自責是一個足神聖。我閣一擺甲中集講，牧師甲教會送恁迄本冊，毋是要裝飾恁兜的書櫃啦。牧師真誠懇，若每一擺邀請恁讀的聖經，攏是出佇講道感覺無夠嘅所在。希望恁通過家己的自我閱讀。所以聽的姊妹，牧師嘛要甲恁講一個地方，恁毋免讀這本冊，但是牧師佇今仔日禮拜中間講的舊約的原則甲新約原則，甲今仔日的地方相關。咱誠做得當教會一份子。是一項真珍貴的代誌。互我選，我未來遮，我甲恁坦白講，因為我起頭是人比較的時陣，我毋是選擇要來遮的。但是上帝，互我無選擇，因為我的前輩牧師講，上帝羅卜無選擇伊要去的所在。烏文治牧師伊所講，伊講上帝羅卜。無選擇伊要去的所在的管理。牧師第一個選擇，我甲那牧師佇新人醫院祈禱講，主，願伊去平湖。其實阮選擇是要去平湖，但是上帝真奇妙，有伊美好的安排。伊互我直接甲恁見面，
伊互我伫遮甲恁熟悉，伊互我伫遮甲恁做亲人，但是佫较要紧，伊互我伫遮代替伊读圣经互恁听。所听的姊妹，愿上帝的话，互人听见。迄是顶礼拜牧师伫讲道中间对恁所讲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迄是耶稣所做的。耶稣伫到伊最后要离开世间，犹阁咧讲话互伊的学生听。记载伫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13、14、15、16。耶稣伫4章的中间，就是伊的讲道的内容。耶稣伫约翰福音的17章最后一章，17章，规章记载耶稣为着因的学生的祈祷。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是定心将上帝的话讲予上帝的百姓听。所以耶稣讲：不多时，无偌久，我要离开你。所听的弟兄们，生有时，死嘛有时，爱要及时。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就亲像腓立比的教会。今仔日读腓立比书，伊讲对头一日到今仔日，保罗看着伊腓立比的教会同心合意，建立上帝的教会。牧师引用这句话，是要感谢恁，嘛要替甲恁派所学了。咱的教会长期以来有一个足大的特征，就是较少争论，较侪同心合意。但是保罗讲写这张批予以弗所腓立比的时阵，是因为因拄着意见无共款。今日牧师无要讲迄段，但是伊写伫腓立比书的第4章最后。今仔日保罗伫起头的中间讲，所听的兄弟姊妹，恁着爱有判断是非，爱有人物好歹的能力。今仔日的经文简单爱翻译是安尼。咱信耶稣，咱做礼拜，咱读圣经，最重要就是要建立这种的能力，明辨是非，能够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漂亮，什么不是不漂亮。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经文顶悬，咱甲上帝祷告，主求你开我的目睭。保罗伫2000年前，伊所祝福腓立比的教会，嘛愿意伫这堂教会中间来受高举。当教会拄着意见无共款的时阵，愈是伫冲突甲问题中间来表现出来，互相的造就，互相的栽培。不是咱好人，伫互相的陪伴、互相的造就的事，若问题出伫咱的事，咱来倾受指导、受改变。愿天父上帝帮助，愿咱伫主的面前，因为问题常常带来是足大的祝福，就是机会。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人生中间所拄着每一个问题。包括伫你的家庭，你思考讲，牧师有一日要甲我讲解决问题的3个原则，叫做信望爱。牧师有一日甲我讲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智慧、聪明、计划、能力跟知识。保罗伫今仔腓立比书中间，我为你们祷告，在你们的爱心上，知识跟见识多而又多。伫咱的听顶悬，互咱的知识财物拿给天。听心毋是一个打烂仗，对啊讲毋对啊好，毋是。真正听心是有一个清楚的原则，咱需要有圣神的帮助。求天父上帝将今仔日这2段圣经讲互咱听，兄弟姊妹，你若欢喜听。愿主的话，互你得到智慧、聪明、计划、能力、知识，阁有上帝的灵，甲你三甲伫地。请用阮牧师甲恁提醒，
眼见不一定能为凭，耳闻不一定可信。愿咱真做一个做代志有智慧、求真的精神、求善的精神、求人求爱的精神。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有听到，这种人毋是凭伊目睭所看来审判，这种人毋是用伊的耳孔所听来做判断。主，我要针对一个有判断是非的人，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主帮助咱，无做一个制造问题的人。乃是一个用信望爱来解决问题的人。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独独只有一个愿意过信望爱生活的人，才能够成为人和平的使者，帮助人甲人和解，帮助人甲人，帮助人甲上帝更好，因带人定心都会到上帝的面前，无人会当做这个工作，只有相信。所以牧师学一个功课，越困难的事情，越要多祷告。兄弟同意吗？有真侪代志，咱无能有力，无能为力。所以牧师一开始甲恁分享迄个尼布尔，然后尼布尔牧师伊会记得讲，主要赏赐我勇气。去改变我会通改变的，但是伊知影有诶，伊无能力通改变。赏赐我平静的心去面对我无法度改变，互我安静祈祷，就赏赐我平静的心，赏赐我智慧，互我判断什么是我会当改变，什么是我袂当改变。伫圣神的面前的祈祷，咱也知影咱无法度改变。咱该摕出来，咱来上帝讲，做这项代志，请你帮助我，因为这项代志我无能为力。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伊将这种的祝福、属灵的气力、属灵的智慧、属灵的能力，放伫咱的生命中间，嘛是咧贴装啊。拄则牧师讲，做一块一块贴，后来贴出一道围墙。但是今仔日最后，咱要祈祷讲，上帝的祝福一块一块贴，有一日要贴出一间上帝恩典的圣殿。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每一个礼拜，上帝将真理的装仔角放伫你的心内，一块。一块一块，直到有一日，咱毋免思考，因为伫咱的心内，上帝已经起一间礼拜堂圣殿，咱逐日都伫遐敬拜上帝。今日腓立比书第1章11节，伊讲：互恁结出多多果子，通归荣光天父上帝。这才是今仔日的结论啦。最主要毋是要互咱有能力通解决问题那点，咱结出多多的果子，最大的目的是要归荣光互天父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愿咱用归荣光互上帝，做咱一生最大的态度甲使命。愿今仔日的圣经进入咱的内心，互保罗所讲的这话会当帮助咱。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心？圣经伊真正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看法，耶稣基督的态度。当咱拄着问题，咱毋知要安怎出手的时；当咱拄着问题，咱毋知要安怎出手的时阵，咱要安怎做？记得，你甲主耶稣讲，主耶稣，今仔日伫这项的代志。你会安怎做？主会甲咱讲，如果咱也真正愿意互主出手，主伊会甲咱讲。保罗伫伊的批信最后互腓立比的教会，伊讲：既若是
信实的，既若是可敬的，既若是公义的，既若是清气的，既若是可爱的，既若是有好名声的，各种的品德，通互众人学乐的，恁拢爱放伫心内。亲爱兄弟姊妹，你愿意吗？每一摆读圣经，认捌上帝的水；每一摆读圣经，认捌上帝的水。你甲上帝讲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讲，主啊，你将伊放伫我的心中的庄仔角，钉钉塔塔。主，你用你各种的水，你的荣耀，你的良善，你的玉公义，主，你踏伫我的心内，归荣光互你。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今仔日的礼拜，用听甲善良赢过黑暗甲邪恶。无论人安怎，愿上帝的圣神耶稣基督保护甲咱遮早。咱莫用脾气甲情绪去处理问题。愿主祝福咱兄弟姊妹做见证。以前我做袂来，但是上帝帮助我。人的个性歹改，我知，我家己嘛是安尼。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所听遐这上帝祝福你，兄弟姊妹，你甲你边仔的兄弟姊妹讲，上帝祝福你。咱花手来祈祷好不好？为着咱的改变，咱来祈祷。充满我，充满我，主圣神。充满我，充满我，主圣神。洗清我，洗清我，主耶稣的保护。洗清我，洗清我，主耶稣的保护。至圣的上帝，将你的良善，甲各种属天的性情，放伫我的内心，互我活出你的荣耀，荣光你的性命，到永永远远。阿门。咱来用圣诗
做咱的祈祷，准备来收圣餐。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咱三甲来守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今仔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今仔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讲：咬喙打心无记的人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咱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领受也捌传授互恁，就是伫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又摕饼接下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逐摆恁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的，这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恭敬照你的教示，设立这个圣餐来纪念你。伫这个时，阮要恳求主耶稣，你亲自来到会中，伫圣殿内，你来主持这个圣礼典。独只有伫十字架顶的基督，才会通有份有这个荣耀，将这个饼甲葡萄汁，互世间人。求你来到阮中间，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互伊真侪新约的杯。互伊这也做耶稣基督的身躯，互囡仔对每一个所领受的你的囝儿查某囝，阮就甲你结连做伙，有份伫你的活命。主耶稣，请你来，伫圣殿内，将你家己的活命赏赐互阮。阮安尼祈祷，我甲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有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世间人所拍破的。主耶稣，这是你的身躯，为着拍破的，我要行安尼来纪念你。
咱来请陈英宏长老甲周吉长老来摕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阮感谢你，你道成肉体，死里是日的典冠。令你的身躯成做活命的饼，你拍破家己，传授予众人。主要说伫你的圣殿内，阮伸手领受你的圣餐。主要说伫圣殿内，阮伸手对你来领受这个活命的饼。使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虽然阮未堪得，伫阮还阁无意识到的时，主耶稣你已经死伫十字架顶悬，完成了上帝对世间人的拯救。主耶稣，这是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伫今仔日礼拜中，我们恭敬来领受。主耶稣，阮感谢你，通过你，互阮甲上帝和好；主要通过你，互阮甲上帝和好。主耶稣，这是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我要用安尼来纪念你。敢有人无摕到饼的？主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敢有人无摕到饼？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的宝血所设立的，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英宏长老甲忠胜长老来旁杯。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主耶稣，阮将阮生命的杯，用你摆列。主耶稣用你的宝血来填满阮。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宝血填满我。充满我，充满我。主耶稣，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用你的宝血来填满我生命的杯。
主耶稣，我感谢你。主，我要手捧救恩的杯，来学了我的上帝。主，我要手捧救恩的杯，来学了我的上帝。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主耶稣会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要手捧救恩的杯来感谢咱的主耶稣。主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逐摆咱食这个杯，啉这个饼，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当心来祈祷。阮专心感谢全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慈爱，互阮领受圣餐，成做阮灵魂的食物。阮阁明白你真实的疼，互阮成做耶稣基督奥妙具体的一部分。阮是受祝福的百姓，也是你国度的后裔。主上帝，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当阮阁一摆将阮家己摆咧伫你的面前的事，恳求你扶持接纳阮，用慈悲来帮咱，互阮会通坚持持续基督徒圣洁的活命，甲圣洁的交通，通荣光你的性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准备来奉献。
也这请坐，这是平安礼，请曾牧师。咱用这条诗歌来互相请安，咱用恳求主耶稣基督伊会听，亲像咱的生命中。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所听你，我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会听，进入每一个敬拜你，阮的兄弟姊妹，无论是圣殿内，无论是伫网络顶悬。主今日向你仰望，举出因的双手，主求你施恩赐福伫因的生命中。主耶稣，阮有听见你应允的话讲，你徛伫门外拍门。主今仔日袂通到圣殿，甲阮做伙做礼拜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甲因同在，特别是进入遐个倒床、身躯不安、病痛，阮的亲人、阮的兄弟姊妹。主耶稣，求你将你的听放伫因的心内，互因知，无论什么种的时刻，你拢甲因同在。主耶稣，用你的听来医治孤单的人，医治心内郁卒、有重担、苦毒、苦楚的人。主耶稣，愿你的听，互阮得到医治，得到透放。主耶稣，愿你的名得到高举。伫阮受医治、受怜悯、受透放了后，愿阮用俄罗的诗歌来讲起主你的救恩。愿主耶稣你的听，进入每一个阮所听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特别伫阮的长辈，互阮的时代，因每一日拢有上帝你的恩典。伫出外的囡仔，互因有平安、有保守，主你互因无互歹较赢，互因会当。因为你的名行伫正伫义的道路顶悬，主愿将所有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愿主你甲阮同在，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请今仔日生日的兄弟来头前，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是生日快乐！17，陈浩，来，站在这里，转过来，再下去。哦，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好，我们来祷告哈。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真欢喜，阮的兄弟姊妹，行到上帝你的施恩座前。伫你的圣殿来对你恳求，每一个生日，伫你面前的今日，求你施恩赐福。阮恳求你甲圣灵三甲地地，你用油抹伫伊的头壳。主，阮伫你的面前嘛，恳求你祝福医治。主嘛，恳求你甲陈浩同在，做好这个细囝，伫主你的稳定中间。主嘛，为着立新，为着杰恩，为着佩奇。为着秀雅，为着做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愿你甲因抹油，互因生命的杯是丰盛的，祝因的生命是上帝你所想事活跳跳的生命。伫过来一年生日365日，主想使你智慧的灵
亲像今仔圣经以赛亚书第11章第20节所讲，各种的圣神的规律，拢甲因三脚对地，互因能力来算数家己的日子，互因有能力通管理家己的人生。主愿将所有生日的人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祝福因，互因福杯满溢，稳上加稳，祈祷我家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快乐的时间。来，看这。这围棋比赛第2名，哈、来转过来。来，你转过来，牧师。好，妹妹站着，好，牧师给你祷告，哈。来祷告，哈。感谢上帝帮助细囝，互伊有好的兴趣，也有互伊有特别的温书。至少天父上帝，阮为着自信来祈祷，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互伊伫伊的一生中间，伫各方面的顶悬，有上帝所赏赐充足的智慧，佮有敬畏上帝的心，互伊有清气的心，互伊一生诚对上帝所欢喜的行事。所以嘛，为着圣诗来祈祷，求天父上帝圣诗嘛是上帝充足的稳定，圣诗圣云，祝你祝福因所有的三个兄弟姊妹。主在你的面前感谢你，祈祷我所有性命，阿门。这个是全国围棋公开赛初学组亚军了哈。上帝祝福你哈。大家别这么好，特别讲，慢慢。好，咱下边来请师傅来报告哈，咱请师傅来报告。即是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8点嘛伫礼拜堂，查经班拜6有2场，9点伫线上，以及7点半伫线上。圣感的服侍，后礼拜司会是胡素基执事，领是郭依玲姐妹，司琴是陈美秀姐妹。书献甲招待是谢昌执事，以及我本人爱参是李淑清姐妹。圣眼讲读经表以及每日灵粮，请咱照听书表顶面的进度来读。集体交通第一公告4月初7，德仁教会小会暨中级会议馆接纳总弘忍执事请示德仁教会执事级以及中级会书记一职，请冯娟执事接任中级会书记。第二，本主日是中华中会传道部奉献主日，请咱为着总会中会的传道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三，5月份的中级会要提早伫4月28的主日爱参了后，要来召开，请咱中级准备先参加。第四，查经班的聚会有2个主题。第一遇见神的灵修，伫个拜6的早起是9点。第二是对圣经学习幸福的态度甲奥秘，伫个礼拜6的暗时7点半，欢迎大家做伙来线上一起查经。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是有错误的，请咱按会计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第一，请咱阁继续为信心欠安的钟严、展达、庄仁聚、黄宏忍陈述以及咱教会所有的长辈的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二，也请咱为着教会青少年因的心灵甲课业来祈祷。升学的请为着要升国中的善智甲佩琴以及要升高中的齐轩、甲佑新、甲以恩，要升大学的千亿、乔恩甲维忠。第三，请咱继续为着教会适婚青年的婚姻代祷也为着咱姊妹教会韩国妇人一集甲德克达亚教会来代祷。谢昌执事甲谢坤因全家拢伫遮做礼拜吼，要代表
甲妈妈甲咱大家说一下吼，咱请伊起来甲咱大家，请坐吼。咱继续替因祈祷吼。我知影讲思念总在分手后，上帝祝福细昌、阿坤，恁甲妈妈照顾了真好势吼。嘛阿秋佮阿美吼，你照顾家己的大家吼。上帝祝福恁的家庭，上帝祝福恁伫即个忧伤的时刻，常常有圣神甲恁同在，上帝甲恁伫咧。咱来念上良的诗吼，咱来念上良的诗。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上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之地，对即世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得避讳。咱若有奉献的吼，迄当报税的，迄个已经好啊。咱会当为伊真正摕。